后来，过来是国民党宜兰县长的参选人，确定要派立委吴宗宪。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今仔日到宜兰参加团拜，大力来推荐着吴宗宪，讲伊是未来的县长。针对今仔日南北合作的会诊会，吴宗宪本人竟然是不知情。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亮背回，讲因为双方的无聊会议，并无邀请两党的参选人。互相恭喜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宜兰县党部参加团拜活动，这抓去上大的目的，就是为着年底9合1的选举。伫遮正式主席甲大家介绍，咱的未来的县长可以跟我们的基层打成一片，很接地气的啦。派个大的。强调讲吴宗宪甲基层感情真好，毕竟立委吴宗宪的弱点就是和地方人士讲无够在地。即马南亚初选胜过议长张胜德，都要国面对南北合作。那我也是先后跟国昌还有晚会，我们都有联系过了。这个蓝白合的讨论以及共同政见一起推出，这两个东西其实彼此没有矛盾、没有冲突的地方。最后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制为何？我想晚会都会尊重党中央。今年国民党秘书长李乾亮则讲，3月7日要进行南北合作的会诊会，不过吴宗宪讲无接到通知，因为这场无聊会议并无和参选人参加。有候选人不会啊，因为这是党对党的这些合作机制的幕僚会议啦，整体的蓝白合。2026 9合1的选举，什么所在南北合作爱国整合？除了宜兰以外，包括新北市、嘉义市、新竹市、新竹市国民党无要提名支持现任的市长高虹安连任。新北部分，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，嘉义市国民党拍算定调医师王秀良，民众党是提名前立委张启凯，这地方南北估计协调出一组的参选人。国民党进程嘛讲，希望伫3月底进程完成。为了避免再发生2024年总统大选南北合作破局的场面，国民党、民众党两党保持密切的联络，要讨论出合作上大的共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